Hello，日日塔羅歡迎你啊！見到你最近好似煩惱緊一啲做選擇嘅事情喎，眼前好似幾個選擇都唔錯，但係諗嚟諗去都好唔滿意。呢種煩住你嘅諗法，令到你一直困住咗喺眼前嘅限制入面，冇諗到原來除咗眼前嘅選擇，其實你仲有更加多嘅可能性㗎。所以水晶卡想提你，不妨轉個念，換個想法，換個心情，去幫自己提一提神啦，重新振作，令到自己成個人活躍起來嘅時候，就會發現選擇真係唔係淨係得眼前呢啲，你仲有好多嘅可能性㗎。嘗試靜落嚟去問一下自己，而家最想專注嘅只有一樣事情嘅話，嗰樣事情會係乜嘢呢？當你靜下心，撇除好多唔屬於你嘅選擇同埋雜念，你會發現你想做嘅嘢只有一樣㗎咋。今日可以嘗試飲一杯熱檸茶、熱檸水，食一個紫薯包，呢個嘅配搭都係一個好健康，幫到你清理身體嘅組合嚟㗎。祝福你一切順利啊！